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46673例本土病例，39个人死亡。县政长苏贞昌早起在台病院做第4档是做高端疫苗。918大地震，花莲台东的铁路损断，其中新秀桥乱桥溪桥上严重，相信这要到恐惊会影响到连带交通。婚姻轮陪拄扣合作社有员工挪用2000多万，警方呼吁民众囡仔甲口罩一定要家己保管。新闻开始来看，过来今仔增加46673例本土病例，有39个人死亡，107个中重症。指挥中心讲，今仔日甲顶礼拜3的病例数比起来是减少6%，所有县市的病例数拢有减少的趋势。另外，12岁到18岁囡仔会当注的 Novavax 疫苗，明仔载会阁有50多万吨送来台湾。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我们昨天确定的新增本土病例数有66673人，比起上个礼拜的同样都是礼拜3的时候下降6%。北中南东这些区域这个新增的病例数都有下降。那当然这是呈现，这当然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境外病例数有229人，那死亡病例数有39个。我们今天新增39例死亡的个案，其中有1例，这是一个3岁的男生。那经过司法相验的死因是包括有呼吸衰竭、上呼吸道感染以及有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的一个情形。在儿童的重症的部分，今天是有增加6例的这个Mix C 的这个个案。前批的这个 Novavax 50万剂已经几乎都快要施打完，我们又有再进了50.4万剂，那预计在这个明天早上会到。ACIP 有通过，在这个12到18岁的这个青少年也可以打，那它是可以做基础剂，也可以做这个加强剂来的追加剂的这个使用，预计是在9月30号会配送。过来，疫情加炭烧，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早起去台病院做第4档，是做高端疫苗。目前社会望排放边境管制的声音是愈来愈大。苏贞昌嘛强调讲，只要民众疫苗注射率真高，会看疫情的变化来放零管制。尽快的解封国门啊，9月底跟10月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你差个10天5天有什么意义呢？佮在向政府发声，望赶紧透放边境，互经济恢复正常。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柯树波表示，即马全世界拢是甲病毒共存，台湾所讲完全无同，佮咧实施入境检疫3+4。工商界建议政府即波2.5疫情重症率增加，佮来医疗量能嘛有材料应付，应该紧公布开放边境的时间，互观光客会使来台湾消费。不要再封了啦，也不要好像认为开放国门好像对民众是一种恩泽，不是。你一定要恢复到百工百业，能够正常的这个生活下去，你的税收才能完整，你的税收才能完整，你才能够支撑你的国防预算。新冠本土疫情也咧继续，行政院长苏贞昌2早起去到台病院做第4期高端预防射，用实际行动挺国产疫苗。针对何时要宣布入境免隔离，苏贞昌表示，只要民众拢有做疫苗，对评估疫情来调整。政府已经向开放边境的方向咧行。谢谢。会斟酌各种情况，我们会由各部会讨论，确定后提前来宣布。苏贞昌强调，防疫工作来到最后阶段，希望疫情会当赶紧收煞，会考虑全世界疫情甲国内状况，等各部会讨论确定，得提早宣布，互属农工商有充足的时间来应应甲准备。记者综合报道。918大地震，花莲台东的铁路损断甲真严重。大体统计，有3座火车行的桥受到损害，有3段铁基路变形。新秀高乱溪桥的电火条有40基故障哦，因为相信连架要交路，可能会去影响到连架的交通。这个地震造成花莲台东的铁基路有真大的损害，其中是以新秀高乱溪桥上严重。桥面是稍微40公分哦，铁基路嘛歪去，两边的个压电有真侪基拢歪去，桥墩的阿门头嘛落去，拢看到更去咯。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这3座的桥，直接拢爱修理1个月以上，也毋过哦，新秀高乱溪桥损害较严重，至少爱修理6个月。这个路段会先用客运来载旅客。
今仔是921国家防灾日咯，今仔早起9:21，全国民众拢有收到地动演练的信息。9:25，沿海民众嘛有收到海啸警报的测试。全国的电视画面咯，伫10:59，拢自动切到公共电视来报送防灾相关的消息。9:21，气象局向全国民众发送地动速报演练信息来啊！111年国家防灾日演练是正式开始。这场大地震对台湾影响深远。10:59，无线电视台的台视、中视、华视、民视插播2分钟政府模拟发表重大灾害信息，其他有线电视虽然有时间差别，频道拢自动切去公司13台。这几天台东接连发生6级以上的强震，大小余震频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觉。消防甲救灾人员是早装备救灾的狗仔嘛准备。内政部伫咧国护运动园区办理大规模赈灾消防救灾演练。今年模拟东部琉球引木带发生规模8.0的地动，东部地区真侪厝放弃救灾调度规划。国家防灾日即天进步到重大灾害信息，国到救灾演练。要建立防灾防震意识，若是灾害过来，甲损伤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921大地动23周年，花莲嘛进行大规模的防灾演练。总统蔡文今仔是去花莲视察，花莲县长徐真美是表示讲，918大地动花莲算断甲真严重哦，望讲中央会当来协助中建。总统蔡文强调讲，一定会甲地方做伙拍拼，互民众的生活赶紧恢复正常。总统今仔嘛甲主席证严法师来见面，也毋过专程无公开。一感受到地动，学校老师马上分工，有的人伫学校抗地下来设置避难区，有的人是引导学生避难。这是921国家防灾日，伫咧花莲特殊教育学校举行的地动避难演练。尤其花莲甲台东才拄啊发生大地动，参与演练的老师啊个学生感受嘛特别无同。尤其在极端气候之下，发生复合式的灾害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要提升台湾整体面对天灾事变的韧性，我们一定要打造防灾校园。总统蔡英文率来到花莲体育馆来看收容灾民的演练，伊嘛特别关心休困的空间，啊个洗浴，啊个卫生的环境，伊嘛来看救灾演练。包括国军啊个空勤总队负责人员的运输啊个物资的运补，5大电信业者啊个军方嘛来展现灾害时期自通性的能量。上述甲几个县市嘛拢派出搜救人员，除了救灾，搁当伫现场来急救医疗。当然，花莲甲台东地动了后，刷表咱中建，嘛是中央甲地方共同的课题。我们还是希望长官们能够重视花莲的灾损，能够对于花莲各项道路桥梁以及房舍，还有人民的财产，能够给予全面的协助。刚才县长也有特别交代，对于我们这一次的重建跟复原呢，我们中央政府会全部的投入，跟我们地方政府一起来努力。包括组织基金会在内，几个民间团体嘛来参与活动，协助灾民收容，啊，佮提供餐饮的演练。总统21号花莲现地嘛要来拜访正阳法师，感谢组织协助救灾。不过因为进前，组织基金会透露，伫买这新冠疫苗的过程啊，是感受到政府伫咧主动，这场的会面啊特别受到各界关心。不过总统府表示啊，依照过去的惯例，啊，佮双方的沟通，这会谈的过程是无被对外公开。记者温家凯、陈信良、张志雄综合报道。台北市今仔嘛进行地动演练，有人烦恼讲台北市有真侪旧厝，若是大地动哦，问题会真严重。市长郭文地是表示讲，目前先以防灾型的都市更新来处理，也毋过因为即马欠工欠料是真严重哦，所以嘛真恶推动。听到警报声，全体师生就跪伫咧涂骹，用卡棒保护头壳。21国家防灾日，台北市各学校举办防空地动的复合式避难演练。台北市长郭文体也到台地高中视察演练的状况。今年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你们要求都教育局这些活动合并来举办。一旦战争发生，你的外是不是第一瞬间就会停掉？ 台北市今仔嘛进行地动演练，有人烦恼讲台北市有真侪旧厝，若是大地动哦，问题会真严重。市长郭文地是表示讲，目前先以防灾型的都市更新来处理，也毋过因为即马欠工欠料是真严重哦，所以嘛真恶推动。包括
WiFi 如果停掉的话，我们校园目前已有的 WiFi 能不能转成 Internet？ 还是要每个学校自己要建立它的对讲机系统。郭文泰强调，演习真重要是伫结束了后，拢要有检讨的流程。不过针对地动，嘛有真侪人咧烦恼。台北市危险老厝济，若是大地动，这个厝恐惊会倒去。郭文泰讲，防灾型的都市更新会使解决。都更的过程当中哦，常常为了权力分配拖很久，在台湾的营造的能量可以应付的状态下，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把这都更做完。缺工缺料太严重了，单预算就要增加20%的以上，政府还是要想办法解决。针对国民党议员王志斌质疑新北有编预算买学生的防灾套套，台北市说无。郭文泰表示，伫市府内部讨论了后，认为套套拄着落落来的物品一点仔保护效果就无，落尾决定用学生身躯边就有的卡棒保护头壳，是较务实的选择。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今仔早起9:21，全国学校拢进行防灾演练。咱来看高雄有一间幼儿园模拟地动火灾避难救护的过程哦，小朋友拢真认真防灾。因为顶礼拜有大地动，学校嘛讲哦，因为学校常常拢有演练，所以囡仔拢知影地动来是爱安怎做，甚至会指挥爸爸妈妈着爱秘伫底。9:21警报一响，有地形的囡仔赶紧拍入去桌下下骹，双手抓桌骹。等广播宣布安全了后，胡老师带低头套离开教室，配合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全国各级学校进行防灾演练。高雄育成有地形的老师甲学生全部疏散去球场较快的所在避难。在学校遇到地震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趴下。然后呢，还要保护自己。我们要戴头套，趴下，掩护稳住。救护车开入来，学校演练学生受伤的救护过程。为着安抚囡仔紧张的心情，老师一个点名，确定人数了后，带囡仔坐唱歌。用歌声来带动我们的小朋友，那以小朋友熟悉的儿歌来安抚他们的心。顶礼拜经过2天的强震，校方表示进前已经做过真侪摆的演练。强震当下，真侪家长颠倒是伫囡仔提醒之下，才知影要安怎避难。前几天因为地震，那小朋友在家里面，也反而是小朋友去告知家长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掩护的动作。我想这些相关的防灾的知能啊，从小建立，从小扎根。其实地动的时阵，唔拿教室、灶骹顶所在嘛有可能发生火灾等危险。校方演练灶骹失火的状况，通报消防局来协助拍火，互老师、行政人员知影要安怎应变。就希望这寡防灾知识会使人人知，万一不幸真正发生灾难，会使发挥作用，降低危害。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18接受访问，又搁强调讲，台湾若是受到攻击，美军会出兵防卫台湾。昨美国海军搁加拿大海军2只潜水舰做伙通过台湾海峡。咱国国防部是强调讲，咱全程拢有掌握。中共解放军嘛发声明表示讲，伊嘛全程拢有监控。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出声明，表示美国海军驱逐舰西进4号和加拿大的皇家海军护卫舰温哥华号，伫9月20联合通过台湾海峡，执行因的任务。即便展现美国还佫有盟邦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隐忍。这嘛是煞8月28以后1个月内，美国军舰再度来穿过台湾海峡。国防部表示讲，已经有全程咧掌握。那么，通过台湾海峡北尺期间，国军全程掌握我周边海空域相关动态状况均正常。美军嘛证实讲，伫咧通过台湾海峡的时阵，有中国的飞行机还佫有军舰来出现。共军东部战区随时就来发出声明，表示讲会保持高度警戒，嘛会反制一切的威胁甲呛度，会来捍卫国家的主权还佫有领土的完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因为美国总统拜登伫18表示讲，美军会出兵防卫台湾。伫保台论了后，美国的军舰时刷通过台湾海峡，引起关心。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伫21定性讲，对台湾的政策未改变。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announce a policy change. He will do so. He has not done so. He stands behind the historic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that has existed through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administrations and has helped keep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苏利文强调讲，一中的政策无改变。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有讲，就算讲拜登已经有第4摆来表态，不过这袂当来代替美国政策的正式更新。美国应该就要立法定成美国对台湾的隐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共的中央宣传部伫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发布中国70党的报告。国台办的副主任陈元峰讲到，中国是台湾上大的出口市场、上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嘛是台商投资上济的所在。2011年两岸贸易额为1600.3亿美元，2021年两岸贸易额增至3283.4亿美元，10年间翻了一番。到2021年底，台商投资大陆项目累计达到124142个，10年间增长了44.7%。伫这场记者会顶头，陈元峰将对9二共识强调讲，最近10党两岸对话协商有新的局面，坚持以一个中国的原则甲9二共识来进行两岸政党的交流，嘛甲台湾政党各有相关的人士有对话，嘛达成真侪项的共识。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嘛讲哦，针对两岸统一了后，台湾会当有甲中国无共款的社会制度，嘛会当佮维持共款的生活甲工作。针对中国的单位陆委会下晡嘛会提出回应。再来看疫情等和联合国大会第20召开各国领袖拢有来参加的会议哦。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伫开幕致辞的时阵表示讲，针对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佮有气候变迁这个危机，伊嘛警告讲，目前世界的局势嘛是佮真危险。也毋过，罗西亚总统普京是批评美国甲西方国家在阻挡世界的发展哦，嘛讲会坚持罗西亚维护主权的路线。参加各国领袖甲代表陆续到联合国总部大楼参加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今年联合国大会开幕10批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伫开幕致辞针对乌克兰战争、全球冲突增加、甲气候危机等，呼吁各国领袖爱重视。Our world is in peril and paralyzed. Geopolitical divides are undermining the work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dermining international law.Undermining trust and people's faith i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undermining all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e cannot go on like this. 古提瑞斯也强调，希望也是存在，爱各国领袖透过合作甲对话来化解无共款的意见。这是联合国大会伫过去2年受疫情限制，甲领用时限举行了后，第一摆开幕实体会议。各国领袖被要求亲身到场讲话，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用录影的方式讲话。未出席的俄罗斯总统普廷是在大会开议进前接近新到任外国大使时阵发表讲话，暗指美国甲西方阻止世界朝向多极化发展。К сожалению,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тех, кто пытается сохранить роль гегемона в мировых делах и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все, и Латинскую Америку, и Европу, и Азию, и Африку. Над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этого гегемона неплохо это получалось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довольно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普廷也强调，俄罗斯未偏离维护主权路线，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会致力团结协助处理全球问题，各项严重的区域冲突得到解决。公司新闻陈慧仁报道。咱来看，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嘛互媒体曝光论文嘛有抄袭。昨昏高虹安开记者会说明哦，也毋过伊说讲，伊一路北一路台大毕业，佮第1名考调苏大的研究所，无必要存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的学生，才需要去读台大的学士来洗学历。高虹安的讲法咯，引起真侪批评。今仔早起，伊嘛出面回释咧。民进党是批评高虹安看袂起家己新竹选区的学校，也毋过国民党是有立委表示讲，学生佮校友毋免上济。谢谢大家的建议，对不起。向镜头行礼回释咧，承认家己用词无够正确。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加入去学历抄袭的争议，20大动作召开记者会，驳回抄袭的指控。讲伊是清白的，毋过煞伫说明伊读册过程。伊讲伊都毋是像啥物中华大学夜间部，才会去做台大的硕士来灌水，引起了学校比悬的争议。
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然后才要去做台大的这个硕士的灌水。我们从头到尾就是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因为高虹安受到中华大学的邀请，后个月要去因学校演讲，就袂少人伫咧中华大学的校长也闹话，讲无认同伊的言论，因为伊支持这间学校。针对这点，高虹安回应讲，伫咧委屈生气的情绪之下，确实是用无正确的用语甲方式。不过，伊是针对中华大学夜间部毕业的林志坚，绝对不是歧视中华大学。我用词不精确，让中华大学的老师以及同学们有不舒服的感受，我要再次诚恳地来向大家道歉。高虹安表示会诚心检讨改进，不过民进党一直讲高虹安看袂起家己选区的学校，要安怎成做优秀的北部官咧？你看不起你要选举的选区，这么一所培养你的选区选民、选区年轻人的一所大学，这是什么心态？当委员意有所指的特定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对号入座，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中华大学的校友，国民党立委地政谦认为讲，高虹安是针对特定的人士，学生甲校友唔免伤过敏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的论文争议，嘛是个继续的摊烧。张善政今仔是强调讲，其实上重要的关键伫农委会，伊会要求农委会爱公开当初计划所有的文件。看不到番麦、红菜头、香菇现场拢是生产绿的农产品，还有3大本研究报告。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伊开农委会委托宏基农业电子化科技计划案说明会，即开场就提出，迄个时阵保密合约条款内容。讲无保密合约是乱讲的，也讲到这案件上重要的关键是伫农委会会发函农委会公开全部的文件。我们要求农委会公开所有的相关文件，包括当初的这个提案计划书，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呈现整个计划成果的全貌。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陈文平表示，这一段金额研究案无常常看到，已经互各方质疑过来延前。一句保密条款，或者是有啥物讲不出来所在，就成为准过。他们都用很便宜行事的方式，那不引述来源，或者说隐瞒了一些部分的资料，或者前后对调，然后就可以当做他们的报告案来向政府请款。农委会倒是应该要从善如流的，把这个预算相关的配置、核销的项目，甚至核销单据里面的资用要点资用的一个会议的照片，都可以提出来。互对手批评唔通将保密当作是保密条款，张善政强调是受限政府采购法限制，一直到9月10日农委会提出报告，因为应改变才开记者会。否则的话，我们要被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保密义务在所有的企业界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张善政也讲，宏基创办人之一黄少华捌讲过，伊完全相信张善政能力甲做人，也问大家是要相信台也是相信民进党，要相信宏基也是相信陈吉仲，要求农委会公开所有文件，唔通做民进党的打手。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团早起去台北地检署控告疫苗采购有问题，但市长渎职。但市长今仔是公布伊的教育政见哦，伊望讲未来4档内底，至少要有1000间的幼龄园师生比，就要降到12个囡仔，就要配一个老师，学校就要有9个老师甲行政人员。另外，黄珊珊是提出永续台北，2050年哦，要做到净零碳排。分化场爱转型，2030年爱完成捷运的路网。采购合约要真相，陈时中出来面对。国民党团为着疫苗采购机分，立到台北地检署告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渎职。同时间，陈时中竞选总部提出伊的教育政见，嘛回应对方，法院见真相。本来是说蒋万安要去告的嘛，哈。那这到底是谁主持哈？这个到法院大家还可以见一下真章了哈。已经总阿讲的陈市长提出4档目标，100间幼稚园的师生比要对1:19，豆豆降到1:12。高中多校强聘多元师资，支援新课纲，打造深化应记的环境等等。差不多时间，无党籍的参选人黄珊珊嘛以永续台北做主题，提出2050净零碳排，分化厂转型，而且2030年前要完成捷运的路网。几个环段至少要开工进展。因为东环段还在核定，
8年内要盖完机会不大，但是2030年这几个路网要所谓的成型，没有办法在现在的情况下承诺说完成，但是至少这个捷运路网要完善。今日拄当921地当23周年，前一天则提出内在城市的国民党参选人周万安嘛伫面册搁再讲政见。随着选战只剩60几天，三边拢放出政见巨擘，希望战场趋向市政，莫搁走精。记者电话李巧凯台北采报道。再来看有民间机构预估，明年国内经济成长率大概是3.4%，还是3.08%哦。认为讲台湾的经济成长会豆豆变较慢咯。另外，针对消费者的物价指数，预测今年的 CPI 会到2.94%，通货膨胀的压力嘛是个真悬哦。也毋过明年应该只有1.69%，物价就会较稳定咯。受到全球终端消费产品需求减少，制造业进入库存调整周期，加上国内外主要的预测机构大部分调价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估，而且认为明年成长会搁较慢。整体考虑之下，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预测台湾经济成长率2022年是3.4%，2023年是3.08%。因认为台湾的经济成长的速度会为较紧回转来正常的速度。去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6.57%，是过去12年来的最高。今年我们预估经济成长率是3.4%，这个是回到正常的速度。那在过去12年来也是排第4，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成绩。叶明华表示，并无看衰台湾的经济，敢若正常调整。今年经济成长率虽然无像去年6%以上的表现，不过甲过去这几年来比，成绩也是袂歹。因若消费者物价，而且今年 CPI 成长率是2.94%，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是真大。不过到明年就会降到1.69%。我们下半年的物价上涨率比上半年呢已经有舒缓。脆弱国家，它的这个物价上涨很高，经济的停止成长，而且它外债又很高，又以美元计价的债又高，然后又短期负债，这些国家要小心。但整体来讲，还不至于发生金融风暴。另外，新冠疫情滚价要3年，加上美中贸易战。两岸的经济压悬的影响之下，嘛增加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冲击。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呼吁，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竞争甲起落已经是进行式，政府应该提出更较有建设性的措施，来维护台湾上界关键半导体产业的优势。记者综合报道。918地震，和华人台东本地已经慢慢回流的观光林调，又搁可能因为交通的省长受到损害哦。业者是呼吁政府应该提出交通补贴的方案，减少大家的损失。未看到这么大的地震，代替华东铁路东里段有一个桥，洪浸甲是我市带高，穿过秀高乱溪的铁道桥嘛，规个拢错位。华东铁路即摆的地震是受创严重，代替虽然是启动类火车来接华东两地的民众和游客，但是游客认为即摆交通这么方便，较无想要去台东耍。平时本来是2个小时、3个小时就可以到啊，那现在变成要5个多小时，我觉得很浪费时间。就自己开车了啦。华东大地震了后，所来都是上实际的电价。即马台东的旅游业已经拢接着退房，联邦率即马敢若剩一半，剩5成。台东的观光伫疫情了后，真无简单才行出来。但是即马佫拄着大地震，业者呼吁政府爱较紧来规划一寡交通补贴的配套。火车没有通车，这个观光客他不可能再改坐列火车嘛。如果说火车没有办法复原的话，也希望可以在航空的票价上面，对观光客或者是在地居民做一些补助。华东两县的距离都是西部6县市的距离，即马上省时间，阁会当提供上大运量的唯一一条铁路，可能要等1年。等于是讲，即马台东去北部的交通是真无方便，民众烦恼影响的毋但是交通，经济嘛会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23当前的921大地震，台中市和平区泰雅族的三叉溪部落厝拢毁掉，政府当时冇安置灾民，帮助因重建家园。也毋过部落的民众是指控讲，厝是因的，也毋过土地所有权拢毋是因的，互因是真困扰。因要求主管机关应该将土地所有权登记互因。真相调查，真相调查，还我土地，还我土地，
行政疏失，行政疏失，官兵民反，官兵民反。本地是泰雅族原住民徛起的三车坑，却因为23当前的9日的大地震受到严重迫害。虽然政府提出以地换地方法，要来帮助居民另外找厝，不过伫行政流程的部分进度伤过慢。中建自救会伫9日的这天专工上北来立法院开记者会。过去那20几年了，我们努力重建的过程啊，我们真的看到政府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没有帮到我们了，让我们可以承担那么多的辛苦。除了进度的问题，受灾居民还阁因为目前住伫私有地，地主要来甲收厝税。6000块付得出来吗？我没办法。没办法，因为我的先生4年当中一直躺放了，在家里睡觉了，就我这个哪里拿来的6000块？政府分配的所在是安怎阁爱纳厝税？律师讲，这是因为私有土地变更无周全，针对这个问题，已提出相关的建议。还是可以去跟私有土地的人去谈架构，那架构不成的话，许可以谈区段征收，用这个强制力的方式把这个土地拿回来，之后呢，再把它分配给族人。要维护泰雅族原住民大的权利，将属于因的土地讨回来，还阁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记者麦尚银曾派文台北报道。警方统计到8月底台北捷运今年是有34件骗色的事件。妇女团体认为讲，真侪人拄到骗色，无一定会去报案，所以实际上的案件一定是愈侪。伊嘛呼吁被害人伫第一时间已经爱大声喊出来，唔通点点吞论。穿乌衫的查甫人伫捷运的车厢顶头，下半身倒挖去头前穿白衫的乘客，用指控讲一直擘打对方的骹喙皮。轮50秒，列车到站了后，姓王的查某伊是刷过来报案，警方嘛去抓到这个涉案姓刘的查甫人。警方依据报案人提供之衣着特征，配合车厢监视器影像，最终查获该名男子到案，并依性骚扰防治法移送法办。这个姓刘的查甫人伊36岁，咧做室内的车局。伫顶个月初2，伊坐台北捷运对中校新生站到东门站，伊涉嫌甲人骗索性骚扰。毋过伊辩解讲，伊无安尼做，这是因为车咧震动才会去卡到，伊无承认有犯案。不过，亲像即款的性骚扰的案件，无包含偷袭，其实即款犯案的手法，大部分拢是假做毋知，才找机会来去卡对方的尻川皮，也是讲行情。捷运的警察统计出，今年到8月底已经发生过34件，占全部刑案的15%。他可能没有办法辨识那个是不是，或者是他觉得他就算了，他就是没有申诉或没有回应。我觉得这一类的事件一定会有非常多的黑数了。捷运的性骚扰的案件，伫咧车厢上集的发生有27件，那伫出口的所在有4件，月台还佫有手扶推是2件甲1件。妇女团体嘛咧建议讲，若是去互人性骚扰骗索，会当大声甲喊，来甲喝止，并且都爱去找这个申诉的管道。只要讲若是感觉讲有硬拗无爽快，就算讲干那几秒钟啊尔，嘛免吞论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林轮陪的图曲合作社传出讲有员工挪用2000多万。合作社今仔早起表示讲，已经通知将近500个社员来对销，一定会保障社员的权益。警方嘛呼吁民众千万都唔通甲囡仔、甲口罩、凊彩就交互别人去保管。契约出小铺仔来到合作社做资料登记和经验比对。这间为了婚林轮陪的出小合作社已经开20万年以上，因为利息比银行较悬。年轻有不少农民拢将钱欠咧遮，但近期看社员发现，家己欠的钱变少啊。我就目睭较歹，甲无爱出来，我就伊讲电脑也咧用，也咧算小，是当食。啊，我讲安尼做，我就保啊自交你啊，我后个月来摕啊，啊，就要未到后个月。拢变咧社员，伊嘛是社员啊，大家都对我们自己请的人很信任，他妈妈出问题啊。合作社社长表示，被指控挪用钱的女办事员已经中诉20万年，一年来得到社员信任后，利用部分社员将铺仔和婴仔夹在伊的手边，就家己挪用合作金。经初步了解，挪用金额大约2000多万，警方嘛介入了解中，立即介入调查了解。警方目前协助被害人清查遭损害金额，并依法律途径向互助社
要求维护遭损害权益。土啊，拢回收转来堆，好了后，当拢堆好了后，再通知社员，咱做来开社员大会，做来面对，看要怎解决。合作社表示，因为这名女办事员个人行为影响到社员权益，已经将这名女办事员革职，并由警方介入调查厘清过程。至于警方就呼吁民众千万袂当将阴暗下坡啊交予其他的人，才等来确保自身的财产安全。记者为你报道。消防员加班津贴问题已经讨论真久了，目前消防员加班费一个月上最是当报17000块，内政部按算讲一个月阁要加2000块变19000哦。也毋过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早起是呼吁讲，至少得爱加5000块。内政部无直接回应，也毋过强调讲会要求落实补休的制度，让消防员会当排班休困。消防继续做功德，消防继续做功德，加班补偿遭打折，加班补偿遭打折。加班真做做功德。第一，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召开记者会指出，消防员逐个月加班180点钟，若拢领加班费应该要有3万块。不过现主时加班费上济干那会当领17000。内政部目前嘛干那愿意阁加发2000。消权促进会批评加2000块的方案是三无政策。我们所谓3没有，就是没有合理的补偿，没有研议基础，没有基层意见的方案。消权促进会希望上无爱加5000块，针对因的诉求，内政部无直接回应，干那讲会落实消防员加班补休的制度，嘛会尽力补充人力空缺，维护消防员的健康权。不好意思，所以内政部没有要退，是不是？会维持这个2000元方案，是不是？目前我们先办中。哦，那我们就觉得蛮遗憾的哦，连续休个3个月，然后导致消防人员没有人力上班。然后影响救灾救护，这样子你们觉得所谓的以补休为主的概念是这样子下去做运行的吗？记者会上，内政部人事总处加主计总处也是拢无承诺加班费调成5000块，消权促进会表示遗憾。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前一站消防署伫南投德山的消防训练中心办理一场车祸救援的比赛哦，计共是有来自南北二路14队的消防队来报名参加，大家互相来交流救灾技术，那么做伙来看卖。咱台湾人当年因为车意外受伤甲死亡的平均到40万人，所以救灾人员伫车搜救训练就更加重要。但消防署就选伫南投德山的消防训练中心举办车救援挑战比赛，要验证消防人员平常时训练的成果。今年1到5月，总共有15万件的交通事故。那平均每个月会有1245人死亡，受伤的话大概会有19万。那各位就知道这个数字很高，所以我们对消防人的训练会加强车祸救助这一块。那我们希望透过比赛，来做各位的技术交流。比赛时，每一个队伍拢安排不同的状况，而且要伫20分钟内救出一个伤员。规站的过程要顾到指挥团队、现场安全、器材运用，还有伤者送到病院进行的救护工作。每一个救灾人员拢专心投入，展出绝对的专业度。那我们准备的时间大概是从8月到现在。那操作的感受是我们平常操作的难度会比这个更高，所以感觉这个流程我们做起来还真的很快又很顺，然后大家同仁默契都很好。那我们平常是利用假日的时间大家集合起来训练，因为我们一收的分队长他就坐报废车，所以我们有捡不完的车子。相信这一次行程我们一定可以有满满的收获。这届参加比赛队伍，唔有10队是来自台湾各地消防机关，也有民间4队的义消团队，大家汇集来到这，互相学习，望透过比赛交流，充实救灾知识，伫灾害现场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城市宴会计18档又搁伫嘉义县举办，早上7点半伫故宫南面外口面的空地来试办宴会。今年嘛头一届家己光雕、水舞、无人机，搁有交响乐团做伙来呈现，那么先来欣赏。暗暝美丽宴会加上数百台空中摄影机，配合音乐，慢慢摆出平安2个字。现场上千个民众早就准备好这一刻，有人摕好相机，有人摕好手机赶紧来翕这一刻。
开始期待双十国庆的烟火了，很棒，很期待双十国庆。 2022国庆烟火昨暗时7点半，成地嘉义国中南园园区外口释放。这是国庆烟火第一摆结合公调水舞、无人机甲交响乐团共同演出，希望给大家甲以前无同款体验。包括水舞，包括无人机的这个展演，这个都是过去有别以往的国庆烟火，就是希望在疫情过后的首度的国庆，那可以让在国庆烟火上面可以有 非常不一样的呈现。七彩光影照伫河边，民众讲释放时间无到5分钟，看到无够劲，国庆要过来。国庆节正式烟火晚会表演时间会有45分钟，其中放烟火有30分钟。嘉义县府也为迄一天要来数万的民众提早做好准备。今天的释放啊，那基本上在看整个无人机跟整个烟火之间的搭配的方式，那是否适当？那包括整个嘉义县政府 相关的一些交管，包括测试人群的整个的动向，那我想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县府也提醒，国庆迄一天现场禁止私人空中摄影机来翕，若违反会用垃圾器干扰飞行，请民众一定要遵守迄一天活动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秋节伊讲，伫今年7月份倒手的手骨无注意去互机器扭断去，送病院抢救。医疗团队为伊动11点钟的显微手术，总算把手骨成功接断来。神经、血管、骨头佮有肌肉，每一个细节拢爱特别注意。所以即马这伊讲的手骨是恢复了真好。 中华一名22岁外籍医工，7月底拄到公安意外，倒手的手骨去互工厂的机器规个扭断，一度无喘气，有性命危险，送医急救。医疗团队是开11点钟的手术时间，专程使用显微镜甲器械，重建手骨的神经甲血管，最后是甲断手接倒断去。手术是开放性的骨折，加上很大片积的撕脱伤，所以这个手术其实感染率很高。当天下午 1点多，然后开到隔天凌晨1点多这样子，对吧？那最后顺利把这位移工的手臂重建起来。医方表示，这甲常常看到的断手手术无同，唔是完整的侧面，是大范围的裂脱伤，而且还摕骹部的静脉来重建血管，使用比一般头毛更较幼的天线，总共是接倒转去3条神经、4条动静脉、骨头、韧带加肌腱。所有的这些缝线啊，都是很细的。 这比头发还细，所以你必须要很精细的器械去做吻合。它整个手术的过程，这个吻合血管神经也都是要在显微镜下面去做。医师强调，这是最近10年来上有挑战性的接合手术。这名医工后续搁再经过7届的清创加植皮手术，目前手骨已经会当正常振动，恢复状况真好。未来也搁爱观察镜头仔的灵活性。记者台中报道。 来看嘉义有一个在地表演团体伫布袋戏红仔的山顶悬添真侪春仔花，嘛甲观众朋友家己来做春仔花，咱做伙来看卖。大人囡仔大家拢专心甲手中的线一点一点营造春仔花。嘉义县在地表演艺术团体300栋最近免费举办春仔花体验的课程，推广这项传统手工艺。 蛮不错的啊，因为那个材质啊、线啊都蛮特别的。我觉得很特别，然后也很新奇，然后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注意力，我觉得不错。300栋创造的精工布袋戏红仔当中，有一身造型真特殊，合作时间女神。伊的戏衫唔但代表台湾数百年的历史演进，阁使用真侪春仔花来装塔。时间女神捌对海军巡逻舰队去到白流展览。 时间女神身躯的春仔花有300蕊，一蕊1000块，总共爱30万。所以伊是阮目前300栋的镇馆之宝。300栋表示，当初因为这身红仔，才有机会甲中华鹿港的施礼梅老师合作，了解春仔花嘛拄着传承的问题，所以举办活动来推广，希望民众认捌这项代表祝福甲喜气的传统手工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来看伫泰国拢会甲糖煎甲酥酥当作是四修啊，有一间泰国餐厅嘛用豆糕来做汉堡哦，也毋过毋是规只落去煎，是磨做粉甲牛肉来炒做伙。听讲哦，食起来滋味阁袂歹，嘛是真营养哦，咱做伙来看卖。伫东南亚的国家，亲像泰国、街仔路，拢会有即种甲糖煎甲酥酥酥，摕来做点心伫卖的路边摊。
虽然因家己感觉真平常，但是外国人若看到，真少人敢买来食。不过最近伫泰国，一间专门卖汉堡的餐厅，就推出一款真特别用豆饼仔做的汉堡。但是这款豆饼仔汉堡可能甲你想的无同款，食起来袂酥酥，加落去嘛袂脆脆。汉堡餐厅的头家先将一包物件倒入去碗底，这一块一块的物件，就是已经将脚甲翅拢加掉，只剩身躯部分的豆饼仔，然后把这个豆饼仔慢慢啊磨做粉，再搁将这种粉掺入去汉堡的牛肉排内面拉做伙。伫煎牛肉排的时阵，嘛搁掺一寡这种粉伫顶头，了后按照一般做汉堡的方法做出来的，就是真特别的豆饼仔汉堡。这种豆饼仔汉堡到底食起来是啥物滋味呢？ก็รสชาติที่นี่ผมว่าทำได้ดีตัวน้ำซอส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ทำแล้วก็ราดมันทำให้ไอ้กลิ่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ว่าเราไม่รู้สึกเลยว่ามันมีไอ้ตัวผงที่เป็นตัวแมลงอยู่。事实上，目前伫泰国已经有几啊千个专门伫市场内卖的农场，过去大部分拢是用来做动物的饲料。但是，亲像豆饼仔本身有真丰富的蛋白质，佮有维他命，即马磨做粉了后，民众的接受度会较悬。若是汉堡，嘛会当佮变出佮较侪款豆饼仔胖、豆饼仔饼。未来食豆饼仔，无的确会变做是一种新的流行。记者甘美恁编译。来看南韩有一个真有历史的放空比赛哦，来比赛人伫90分钟内底，就爱放互轻松，袂使耍手机啊，袂使讲话，袂使困，袂使笑，啥物代志拢免做。15分钟就来检验一下心跳，心跳上稳定的人上赢。上课上惊的细心无专心，毋过所有这场细心比赛所比的都是谁上高细心。这原来是平常时工作压力大的人，难得有一个放灵的机会。有人特别早游泳，有人滴线帽啊，有人故意演场啊。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好亲像拢有准备。 학생 때부터 이제 교실에 앉아 있으면 창문 밖에 보면서 멍도 많이 때리고 해서 애들이 친구들이 막 왜 이렇게 멍 많이 때리냐고 했거든요. 그래서 더 저한테 의미가 있을 것 같아서 참여하게 되었어요. 这个比赛规定参赛者伫90分钟内袂使用手机啊，袂使讲话，袂使笑，不过嘛袂使困去。工作人员15分钟就会监测心跳，离开这种情形就会淘汰。让做啉水去便所会当举牌啊，嘛会当要求工作人员提供电线风也是掠铃的服务。不过这个动作嘛有可能影响心跳的速度。参加比赛人爱家己斟酌。最后，这个比赛是由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摕到冠军。 저 같은 직장인들은 어쨌든 머리를 계속 쓰고 생각을 많이 하고 쉴 새가 없잖아요. 근데 어쨌든 이런 기회로 잠시나마 좀 멍 때리면은 这个细心比赢人讲，平常时以往来看棒球，互家己放松。这个细心比赛上早是韩国行为艺术家伫2014年所创办，目前已经是国际各大城市巡回活动，台湾嘛捌办过。对现代人来讲，小可细心嘛无啥物通见效，因为休困是为了行更较远的路。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个关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 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